今日新闻头起先来看到，咱昨是讲海巡去互亚康港甲私分集团斗空，因若是今仔日是这海关家人的百里分管涉嫌是集体放水，协助业者逃走税，甚至佫是暗号走私，互一寡电子烟也是东北的有风社、中国的假释，拢会当非法通关。司令的地检署今仔日是起诉21个人，其中有2个人佫互查出讲有受诬塞。外国货物来台湾进前，爱经过海关查验，检查申报品项是毋是无正常，是毋是违规，决定是毋是放行。不过现场查验的关务署即阵表示备端。基隆关百里分关的客源与办事员涉嫌集体放水，放任业者进口管制物品。这次检方起诉21人，公务员占了10人。涉案的海关人员连接百里分关上久将近6年，负责海运快递货物的通关业务。验过检方发现，有人方便行事，无依照规定扣税，邀人暗号业者，非法走私电子烟，也有动物的疫苗，加中国的烟椒菇入境。其中更有2个人查出收支办事，验过因收的物件也只是电池máy啊，也有保光灯具这物件。也有检方批评贪渎收钱还案。任20名被告分别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及个人资料保护法之非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就其中7名被告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关务署拒绝接受访问，今日发声明回应讲，也未接到起诉书，全力配合调查，已经采取无定期论调这防制做法。验过相关的海关包庇的丑闻，就是一直发生。台北关北表示，官商勾结放水进口问题的食品，高雄海关更加表示集体贪污的备案，共起诉关务人员超过40人。学者分析，海关甲不关业者交往密切，一旦有不法的情形，除非是内部检举，那无外界无遐尼简单的发现。管制区就是说，那个执行公务的那些人不太容易进去嘛。那既然他们别人都进不来，而且甚至讲白点，他们有利益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结构嘛，所以就是说不容易被外界发现嘛。对，所以你说海关水很深，海关黑幕在台湾其实是可以想见的啦。对内控监督多多鼓励检举机制，结果到人员训练甲职务调动，学者讲这是全部拢必须要的。因为海关的集体放纵会有关口敢若稀释共款，一定对社会治安产生严重的危害，甚至衍生犯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